Hello，大家好，我係 P100嘅 Miranda，歡迎大家收睇 P100嘅醫學專訪。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咧，去洗手間嘅時候咧，曾經咧大便咧有出血呢個情況咧？究竟係痔瘡啊，定係大腸癌嘅先兆咧？通常大家咧都會好擔心呢個問題。今日咧，我好榮幸邀請到咧外科專科醫生咧何文峰醫生咧上嚟接受我嘅訪問，教大家咧點樣分別究竟係痔瘡啊，定係咧腸癌嘅先兆，同埋咧佢會幫我哋咧分享下咧而家咧腸癌咧一啲治療嘅方案啦，仲有咧就係點樣利用機械臂咧去提升咧成個手術咧嗰個準確度㗎。何醫生啊，我想問下咧，電療同埋化療咧，係咪淨係咧末期嘅癌症病人先需要做㗎？好，Miranda，其實呢個咧就好多外面嘅病人啊或者家屬咧就會誤解，我電療化療喎，係咪即係我病冇得醫啊咁樣？咁所以佢哋覺得自己個病會係末期。但係好多時候咧，依家電療化療咧，其實係已經喺手術之前咧，係希望可以縮細嘅腫瘤嚇，從而達至一個更加好嘅治療效果。咁另外一個常用咧就係喺直腸癌上面比較近肛門或者難啲切得清嘅腫瘤。因為啲難啲切得清，因為盆腔係一個好窄嘅盒咁樣嘅。咁如果個腫瘤生得好近個盒邊咧，其實我哋唔能夠連盆骨都切埋。咁所以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同一個跨學科嘅團隊啦，包括係腫瘤科醫生、有病理科醫生、X 光科醫生，咁通常外科醫生去主導嘅，咁就去商量最佳嘅治療方案。有一類病人如果真係好難切清啦，或者係好近肛門啦，可以有機會選擇到係做一個先導嘅電療同化療，將個腫瘤縮細，加大佢同肛門口嘅距離，咁從而咧達至減低局部翻發同埋保留肛門嘅機會。今日多謝晒何醫生啦，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咧關於咧大腸癌嘅常見症狀啦，同埋唔同嘅治療方案。原來咧機械臂手術啦，都可以大大提升咗咧患者喺術後嘅恢復嘅時間啦。大家記住喎，如果咧大便嘅習慣咧有改變啦，如果有出血啦，甚至持續腹痛嘅話咧，記得咧及早求醫，千祈唔好估估下啦。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咧，歡迎大家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咧，都歡迎喺呢度留言。如果想了解更多健康資訊咧，記得 follow 我哋呢個頻道啦。今次多謝晒何醫生，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拜。拜。